嚟到2026年第2條呢一度咧，今次就會示範翻兩個方法㗎。對於 Method 1嚟講咧，我哋就會直接代數，而家我就將 n 咧就會代做1。對於 Option A 嚟講咧，亦即係等同於呢個9嘅-3，就等同於呢個1 over 翻呢個729。對於 Option B 嚟講，就會係9嘅-2，亦即係等同於呢個1 over 81。Option C 咧就會係9嘅-1，即係等同於呢個1 over 9。以及 Option D 咧就會係9嘅0次方，亦即係等同於1啊。咁同亦都留意翻啦，如果我哋將 n 咧就代咗做1嘅話，題目所俾嘅 expression 咧就會係等同於呢個9嘅4次方。至於 denominator 咧就會係3嘅5次方，然之後咧就再乘翻27嘅3次方。嚟到呢一度咧，我哋就留意翻部計數機。喺呢一度咧，我哋就先撳翻個 denominator， 就即係3嘅5次方，再乘翻呢個27嘅3次方，然之後就再用翻9嘅4次方，再除翻呢個 answer。咁最終咧，我哋就會得知到個數值就會係等同於呢個1 over 翻呢個729。咁因此，用部計數機咧就會得知到呢一條嘅答案就自然會係等同於 A 啊。至於 Method 2嚟講咧，就做翻啲基本功，咁你就將9、3以及27咧就變咗一啲細數字嘅 power， 咁其實咧就係全部都寫做3嘅 power， 咁所以咧喺呢度上邊亦都寫翻清楚。對於呢個 numerator 嚟講咧，我哋就可以將佢寫做3嘅6n 再加2次方。咁至於 denominator 咧，第一個就不變啦，3嘅2n 加3。至於27咧，同學就留意翻係3嘅3次方嚟㗎，咁所以就可以寫做3嘅6n 再加翻呢個3。咁你會見得到咧，而家大家個 base 就會係相等㗎啦，咁所以我就先執翻靚個 denominator， 就會係3嘅8n， 然之後加6。至於 numerator 就同樣地就會係3嘅6n 加2。咁因此 simplify 咗佢咧，而家 denominator 就會係3嘅2n 加4。然之後 numerator 就為1，咁但係留意住啦，由於我哋答案咧全部個 base 都會係9㗎，咁所以我就將呢個 denominator 就寫作為今次咧就為9嘅 n 加2次方 ，numerator 就同樣地都會1啦，咁所以再執翻靚佢就會等同於9嘅-n減2，咁利用到啲基本功咧都會攞到個答案就會係 A 㗎。